儿继母，快过去接。是。拜见儿继母。不小了外甥女儿，快起来，一旁坐下。看你身子单薄，煞不生意，恰是为何？外甥女儿思想多病，从未去晚时期，便吃药，到事情了。哎呀，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吗？啊！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来死了，我来死了！昨日里西墙上，今朝定情，为他当。你不认识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虎啊！我既然所谓辣子，你就叫他冯辣子就是了。好，就是嫂子，原名叫做王熙凤。见过二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一个妹妹呀！许怪我一上红颜次强，是这怪美丽的孙儿天下少。老祖宗西前的外甥女，分明是虐天下离了红绿党。妹妹，快收下，快收下！妹妹，你自己来到这里了。许当初分女儿起居在家。这家中就是你家中，要钱要用把财成通，你才会却告诉王熙呀多谢二嫂子费心。收下，快收下！你们关照当少不是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歇歇去吧。是。见过老太太，起来，妈妈姑娘随我来。太娘带来的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，把我身边的那个。叫丫鬟接了太娘，好使唤哦。老太太想得周到，见过林姑娘。哎，宝娘去家庙玩园，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也好让她与妹妹见过礼目。许来，快去看看宝二爷回来了没有？是。外甥女儿，一句话啊，我要告诉你。我家的三个妹妹到都结好，以后可以吃到说也做珍惜。只是有件事我不放心，就是我那个宝女儿。
属下，属下。妹妹，来。妹妹，你读过书吗？只上过一年呀，曾背几个诗。哦，妹妹证明，名唤对哟，表示你不是。不是。好，我送妹妹一字，换做平平两字，奇妙啊！咦，什么叫做平平啊？古今什么通考上次，西方有色，明台考中华美之末。看，妹妹没见识出，取这个字岂非成美呀？这怕也是不传的吧？哎，只要四书五经，不传的也太多了。你们听听，真聪明啊！妹妹，你有鸟没呀？我没有鸟，你那块鸟也是件喜欢之本，岂能人人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？生的高香不香，玩色灵不灵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伯娘，孽障！你要生气，要打骂人容易，何苦去塞那命根子哦？家里姐姐妹妹多没有，只有我有，我什么去嘛？伯娘，今天来两个神仙似的妹妹，她也没有，可见这不是好东西。哎呀，宝兄弟，你快带上！我不要，快带上！宝兄弟，快带上！不要，不要嘛！宝娘，当心你爹是他。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常常什么？这富贵家业，须赐让你这个命根子你是啊！哎呀！谁？是你呀？你来做什么？二爷，你叫沈家，长得好酷啊！做什么？你上次教我弄的书，我今天拿来了。在哪里？那西厢记。二爷，对不对呀？对。二爷，这总得赏我了吧？好，明天赏你1吊钱。什么结果1吊钱啊？哎，二爷，把这象牙雕刻的赏给我吧。你拿去。哎，二爷，把这荷包也赏给我了吧？哎，别的都可拿，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也不准拿。拿来。二爷，
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却不许我动。今上背地里偏要到他一个赏花，可便是这金流水，难得西厢见妙事啊！先长生情，心恩是应家。母婴深情更比长生子，贪保佑，生不有气全财存，但愿得今晚梦与破旧事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成功砸鬼了呢。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公民文法缺的包裹文章，你玩的是孤女。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用在我面前浪费了，快趁早给我看看。好妹妹，给你看，我是不怕的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什么。什么书啊？哎呀，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呢。哎。啊，谁想起？嘘，轻一点。好妹妹，你是好不好？啊，妹妹，我是个大罪大病身啊，你就是那清高清晨的妈。你该死的！
去，告诉去。哎呀，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了好了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个了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。哎，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个小的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个小的，我也送你一个好东西呢。这是不请我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呀。怎么传弄着那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的，我要香的，哎，香的。你要一个香的，那很容易。王氏节约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越为你越为做，又有什么金的有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呀！你这个人啊，我们两个一做起一张菜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包这些是菜来的呀，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菜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认了什么认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又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方面冷了一些，你穿得这样淡薄，为得冷了，他又要上火。看你死气，也穿得这样淡薄。齐国，你真的不想讨喜了吗？你这样逃出来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二爷，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做戏子的监狱是比红奴，台下来比台上多，此去必须东郊地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真乃是非父之交难分手，但愿得与阎王来多传颂。二爷，这是机关随身之物，请二爷来做纪念。
金山里有与戏子结伴语。
被老爷来知晓，家法是我少得过。娘，你喜子这小朋友，难道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皇帝爷爷曹阿七与喜子往来有什么错？宝兄弟，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那我也不该来。不，宝姐姐，来，宝姐姐，请坐。宝姑娘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呢？宝姑娘，你看看，他呀，见喜子这小朋友，这还了得？宝兄弟要是真和喜子结交，那倒叫人担心你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二爷，什么事啊？老爷叫我来传话，是贾玉成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二爷准备，明早好为客。为客，又是为客。这是老爷吩咐的嘛。哎，去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美梦这点病糠，总是要我一杯茶。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在能因病解渴，所以才叫你的。无非是个说中医说的说神罢了。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落都门来往你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，谁是这点给不了？世界上哪有一个不愿意做官的是来往，倒却愿意喜子结交朋友的好礼？是啊，这倒真要给一给才好呢，宝兄弟。常言桃子呀，可来信，谁不想好朋能明门？事情你尚未实施令，也该去为做官臣。看江些仕途经济好有闻，也为些此事做人真本领，应该把这官头去上进，怎能够不负正义不公明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往过拜，怎么成意？你去往过拜去吧。难道我是川配生万国配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听他说这些话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拿人家什么路途啊！你想想，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你，不妨事。天色不早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宝姑娘，你再送一位吧。不用了。宝兄弟，我醉了。阿姨，宝姑娘最好。阿姨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真是心地宽
玉娥娘，因儿是宝姑娘，又是为了林姑娘啊，玉不知道会怎么样命。提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是娇生惊宠，可是你呀，到人家身份了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，这难道也是什么文章的话吗？真想不到，这穷雷归国之主，也会患上了这种风情。孩儿，孩儿，儿女。爱了黄金永一等，身经自己最难拒，背地门生自心话，但愿自心到好端端的，来得上去做什么？方才佳玉出来了，要接你，等了你半天再出来。你出来了，一副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别怪他，你做为所少。哎呀的，你到脸生光，四骨头，丝丝同命皆要问，神情你那几文章，可叹你神经四骨俱不要，四途荆棘偏一旁，这怕是用才难以成度了。欲加于公都不妨，今日里是在跟着他上学的，是小的百名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读了些流言文化，在肚子里也了些君子的道气。哼！等我空了，先不了你的病，再与这个不上进的算账。是还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下去读书？是。启禀老爷，众生请王府御膳去见。快快有请。是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又是愿意放弃私财，去起诉。请问大人，下官奉王命而来，有一事下凡，请老先生作旨。请大人严明，也审好赠与惩罚。不必准白，只要先生一句话，那也就是了。哪里哪里？我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机关，乃是王爷心爱的，至今也有3、5日不见回去，是此寻找不着。听证内众人讲说，机关与琳琅宝玉
相交甚厚。故范钦先生壮志凌老，将极光方位，一则可为王爷奉恳之意，那二谋，一面下瓜救灭之苦。哦，请大圣稍等，来人，有换宝玉。是。老爷，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因为规避被训教，在外边无法无天，也和我造谣。那既然是王爷家界，怎封神？一旦官应对他，出府堂。什么情况啊？我实在不晓得此事啊！可是父说也必见的呀。无错，也有真金实居财，他真的黄金王君利用。你讲，你讲。那奇官燕军台上有功夫，燕军台下忙欢笑。谁不愿此生有灵，愿做个阎律桥啊！好，目前早一回，早早要变马，人没有再来请教。请大人稍等。走。请大人稍等，请大人稍等，不许推开，我要对我有话问你。大人慢嘴，大人慢嘴。奇官啊，奇官啊！可叹你从有隐在三通关啊！难道是来不自当？站住！来人，把宝玉放了，拿绳子来，拿棍子来，把他们都关上。稍有人到里面报信，立即打死。老祖宗，老祖宗快来！老祖宗快来天哪！天哪！想我家父死里专营自主，不归功名之家，请出了个不忠不孝的孽子。你不能光苍苍，熊熊紧，你不能为哈哈接了高登，恰与那丫头戏子结朋。
夫人休出此言，我养了的子我也不孝，不是今日结果了他，已经后悔。老爷，看在夫妻份上，我愿意办把这个孽障包了。我那苦命的儿啦，我们娘俩不是一同死了吧？都是你，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日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！老爷，你要把他的死先把我勒死了，先把我勒死了。改了，老太太到，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。老太太有什么事，官儿子进去便就是了，何必自己走来？你原来同我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，只是我吃什么养过好儿子，呀叫我同山失去老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也是为了光宗耀祖。老太太说这话，叫儿子是否担当得起？呸！我才讲了一句话，你却担当不起。你那样的板子，难道包月去亲谁的起了吗？不争不要，不争气的孙子
还要用这对赌吗？堂地上刚好夜里睡觉翻来覆去的，和他对上这个对赌，夜里落了笔也不会多知他的好。先生，真亏你想得周到好。哎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又叹起气来了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是个大儿爷家闺，为的是房子成了把名显，谁知他好了伤好了痛，比见他本性给改变，我他爱的是叶子做空劳碌，望一阵喜爱温暖心。什么话呀？和尚道士的话说心的，上天有良缘，我偏要什么是姻缘？宝姐姐，是你吗？宝兄弟，你的伤可大愈了。多谢你千几张，我已经写好了。宝姐姐，想必来了许多时候了吧？来了一会儿，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。想不到
我是专门来替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我什么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呢。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我一来访访你，二来听说你最近做了几些新事，倒想来拜读一番你。是倒是做了几事，总不及你和林妹妹啊。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你。好啊，那么请到里面来吧。宝姐姐，请。宝兄弟，请。白姑娘的一事难事，旁来谁处着，叫我们帮一生跟的，不得好噻。谁呀？多谢着了，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还不开门。并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城来。宝姐姐，请啊！宝兄弟，请啊！
些年我内心的看起来，二嫂子生命她怎样巧，总巧不过你老祖宗。也是啊，也是啊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我是今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家凤丫头这把年纪，倒是比她还巧呢。也是啊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着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中4个女孩儿说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我都不及宝丫头。老太太这里来，老太太，这话可是实天了。姑妈，这倒是真的哦。我时常在背后听老祖宗说，宝姑娘好你。姨太太，你想起什么？只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凤丫头办了人情。老祖宗，总是叫他在那里，时常叫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哎呀，姑妈，虚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也生又衰，要是不言生又衰啊，怎么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哎呀，老祖宗，要你，老祖宗，生活
嘿。
你不理我，恳请我求避开。我今天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之后就了开手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情长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湾出来当。
要的娃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啊你听，还怕那丫鬟不是不知道我情事，当早前前来早了，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先笑，我和你同坐且慢同上菜，像一母所生的情同胞。十指望轻轻一念插到地中间等，我俩情意比甚好，才知道妹妹生到你心也烫。事情是你瞎着眼睛把我瞧，三朝四季不理我啊，是抱怨身为老婆当烦恼。我与妇你当年是马一样，为什么圈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愁，树叶子，生也好，为什么悲人不是你常悲好？你叫我报名不怕过里梦啊，我就是为你死了。也是过却死的不为冤呐，怎么？你在哭啦？谁在哭？快，此来我关着你。你要死了，同手同脚的。是我忘了情，我就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我了。好，你既这样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啊，怪不得你不理我。好，我才会这样对你妹妹，就我立刻死好了。谁要你多嘴发誓的？哎呀，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就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，带我回去问出是谁，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呀什么宝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实在可大了。哎呀！
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姑说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啥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才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白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辜负了。你就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夸我一句，便就为好你。妹妹慢嘴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再讲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可惜同类也不管事。今天他到底死出来，就是死了，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告诉人，他哀惨。他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也就会好你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二爷，先生。今日宝牛平地起过，那太牛又何算便宜，何算好的？以前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怕什么，自己你看怎么样啊？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不是趁早就保牛成了亲，免得将来杀出什么祸来。说不定冲一冲喜，这病也就好了。我也真想到这一层呢。这是那林姑娘啊，谁是与老与才，只恐她独岁独名不分清，保娘对。
既然你们都是包丫头好，那么这股旨意也就听了。你们都听见了，可不准传出去。要是走漏了一个字，当心当断你们的两条腿。啥是宝娘像西城放在说的那样，再生出什么祸来？这倒叫人难了啊！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但不知姑妈肯不肯？你只管讲来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你一了退两万字，也好报情。生一母，你得讨讲巧计还，那是黑红给对杂子心内内，负心谁可用此权小娘官，对宝玉自失去的林妹妹，把真情暂且莫一方。此事能莫得过吗？老祖宗，等到那居然成一才，生你自称所离开，怪叫他小情长内害不了你，怨娘身上喜不在此地哭，受了什么人的气量？林姑娘，你来评评理，好
什么？我呀，我叫沙大嘴。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？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把二爷去抱姑娘的事情。你是什么啊？那就是为了把二爷去抱姑娘的事情。好意思，踏了青天，踏了青天呐，成了我的
眉上舒服终于姑娘。你好心
苦世间，一生牵念。这不问与叹气，只怕谁不知啊？
此望与你并肩共欢笑，谁知道风雨无情苍茫调。从前儿你失穷，孤雁相随靠。此他是还是情意梦中把我过妹妹，我托你一件事，什么呀？对我这次没有亲人，我的孙子是关心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自本起来，万劫去。谁将关埋我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没有什么，姑娘，没有什么。姑娘，姑娘，
孙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好兄弟，宝玉啊，来哦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可要稳重些啊！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，是体间诚心满意的原来是此。林妹妹，你带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有这些出逃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中的东文翠，须查得新娘起来去，独生欢喜少此啥，财源财分莫吞去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。知道宝玉有你孩儿，愿你俩相亲似比到花头。那我有什么？宝玉啊？哦，你母亲的话可要听机子了。我知道，这都是为
老祖宗在这里肃查，老爷也在外面肃查你。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电脑为美，什么是谁？姓曲的孩儿奶奶。哎呀，你真糊涂！姓曲的孩儿，妹妹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你怎么问是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？老牛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方才平面园里买卖场地去，新月为奴的他女，怎么也算是毒病了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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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老祖宗，帅高叫你走位走的，你收下，你快收下。我怎也能设想见死了也可葬同坟。宝牛，老祖
也没有用，我找林妹妹去。二爷，保佑！找林妹妹去。宝兄弟，保佑！我找林妹妹去。林妹妹，她已经死了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他一条条宝剑，推至万年，只因得从中引走林妹妹，我来自了。情有良缘，将我魂归林妹妹，想当
两小无才空，红在到后来，我妹妹都苍堂，空头细香采花间，宝玉是泼妇讨心。妹妹，你心里早有你口不言。到如今，铺成空把心香，徒劳可怜我伤心不管梨花间，曾记得以后愿上了别门啊，讲你是什么安心也不眠。妹妹啊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，保平啊，天
给你上句宝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逗留，你快回去吧。子娟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剩什么呢？子娟，妹妹她临死时讲些什么？想当初姑娘病中夫人里，唐贤只有知心病，他这边是人为鬼狐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城暖意平息，只听他喊声父报怨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宝二爷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了。尘世往昔难复起。你妹妹，你不能怪我，这是父母所致，并不是我犯心啊！姑娘
宝二爷，你万事委屈